启东乡的花海面积25公顷，有种5种无共色水的菊仔花甲日头花，即卖正咧大开，赏花期会一直到农历的过年，乡邻或者欢迎乡亲来看花。启东乡海沙里花海是全国10大有名赏花地点，今年社区嘛特别规划25公顷花海面积，来种植各种无共色水的朴树菊、日头花等等的花蕊。托斯菊有5种颜色，然后还有百日草跟向日葵。那么我们在1月14号到1月26号这期间都有花海可以来欣赏。海沙里社区伫咧逐年拢会利用下当收成了的时间来种花，这花蕊除了会当看水，可以当当作是肥料。我们这个花海还有另外一个特色，可以让游客零距离的来跟花海亲近。你可以抚摸它，去闻它。虽然会当walk近看这花，不过社区嘛提醒大家，若来这赏花，拢会记得家己本所走走，共同做伙守护这环境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